线上以及现场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来，我们互相问候一下。来，线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来，我们依然站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你的救恩是我盼望。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哈利路亚！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拍掌将荣耀颂赞归我们的上主。弟兄姐妹请坐。是的，我们要常常赞美，这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赞美，就像今天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诗歌一样。早上一起来，就像神来赞美；晚上睡觉前，也向神来赞美。每天从赞美为开端，为赞美为结束。哈利路亚，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主就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
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这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再一次来宣告，主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慈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你是我们的盼望，除了你以外别无所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因为万有都归于你，也依靠你，也出于你，我们一切的福分也都出自于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高台。既然纵使我们处在喜阴忧雾当中，好像看不到乌云，主啊，太阳永远都在，它在乌云之上。主啊，帮助我们。我也将今天我们祷告会的诸般的事项都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主，你来带领，来引导，来应许，来成就，来看顾。感谢赞美神，还将感谢祷告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平安，平安。我们基督徒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平安嘛，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平安，啊。平安呢，这是一个日常很日常的一句话啦，哦。它可以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它也可以是一种很真心的问候，哦。平安跟平安有无同无？吼，台语水的所在就是伫遮，对不？吼，咱讲平安，讲国语跟讲台语有一点不一样。吼，我们讲台语的时候，我们会把平安放慢，有没有？你们会不会觉得？吼，所以当你讲平安的时阵，咱来看到人的时候，咱来讲平安。好，我们要放轻，
速度也会放慢。它也是一个很真心的问候，可是它也可以是一个我心祈祷的祈愿哈。国语词典称平安哈，它是一个平稳没有危险哦。就字面上来看，那希伯来文的平安呢，它是什么？就是shalom嘛，它是一个绝对的安全、身体的健康、供应的充足、周遭的环境完全的和平哦，这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平安。那还有一种什么？是希腊文里面的平安，其实我不要脸哈，好像叫做 arene， 好像是这样子哈。可是我知道这个字的到现在来，其实就是我们的英文名字。有些人的英文名字有没有叫做 Irene 的？有没有？好，其实这就是 Irene， 就是现在英文名字 Irene 就是从这边来的，这叫做。可是它是希腊文啊，那它这里面讲什么？它讲的是安全、繁荣、和平、协调、健康，跟有一个不一样，与神有亲近的关系哈。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平安跟神有亲近的关系。好，平安是神。平安呢，它不单是一种感觉跟外在的表现哦，它不是一种感觉外在表现的状态，它是一种内心笃定的态度哈。因为平安呢，它最深层的意义哈，平安它最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它最深层的意义还是在于相信哦，就如有一个人，他叫做史派夫，他相信神一样哦。有一首歌哦，他可以好好的来说一个这个所谓的平安的这个故事哦。我们先来听下这一首歌，叫做我们听了大家都会知道了哈。来，张玉帮我放一下，可以大声一点。这首歌我们常常听，可以帮我放小声一点哦，我来顺便说一下。好，这首歌呢，他是一个在美国的一间长老教会的长老，他叫做史派夫哦，他是出生在1828年到1888年，他做了这一首歌。他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做这一首歌呢？这个史派夫长老呢，他是一个芝加哥的律师，而且他是一个房地产的大亨哦。但是呢，一场大火呢，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烧光了。不但如此，他的4个女儿因为穿越大西洋要到英国的航程当中呢，不幸呢，船难又淹死了，好像约伯。所以呢，经过这个巨变呢，一般人或许会感到痛苦绝望，但是史派夫却写出了这个经典的名曲，叫做《我心灵得安宁》。我想这个史派夫长老，他应该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很不平凡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我刚刚说，帮我切换到那个投影片，谢谢。平安是神与我们的关系，我这边写的是神与我们的关系，而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平安是神给我们的，是从上而下的，并不是我们去要到的，不是。因为平安是一个约，
它不是契约那个约，契约就是我们跟一般人打契约，那个没有什么哦。契约再上来叫做什么？叫做盟约。盟约是什么？盟约就是可能我跟宜韵结婚，我跟某一个人结婚，这叫做盟约哦。我们两个人愿意为对讲好的，我们也愿意为对方付出的，这叫做盟约。可是平安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圣约。那什么叫做圣约呢？圣约呢，就是没有对价关系的，不需要，就是我就是要给你的哦。那所以呢，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平安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到底什么又是关系呢？什么是关系？有一天呢，从别的星球来的一个小王子，他在苹果树下见到了一只狐狸。小王子就说：“跟我玩。”狐狸说：“我不跟你玩，我还没有被驯养。”小王子满脸的狐疑：“什么是被驯养啊？”狐狸说：“驯养就是建立关系。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是个小孩，跟其他成千成万的小孩没有分别。我不需要你，也一样不需要我，你也不一定要需要我。我对于你呢，也只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成万的狐狸一模一样。但是，假如你驯养我，我们就彼此互相需要。你对我将是世界唯一的，我对于你也将是世上唯一的。这就是关系。好，如果我们刚刚把那个小狐狸、小王子跟狐狸对调呢？狐狸跟小王子对调，会对调成什么？对调成如果狐狸是上帝，小王子是我呢？我要跟神建立关系，我就必须被什么？我必须被神驯养。再来，平安是什么？平安是我们属灵的状态。属灵的状态，它是一个可以只是个人在信仰、跟价值观、跟精神层面上面的一个状态。哦，那个是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关系还要更深一层的一个关系。那个是一个属灵的状态。在欧洲的一个小乡下，经历了一场很久很久没有下雨的旱灾，那没有水喝，农作物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收成，那怎么办呢？村民就想说，那我们来去找牧师好不好？哦，我们请牧师呢帮我们办一个祷告会，然后我们全部的人都来参加，这样好不好？村民想一想说，好哦，那我们就来找牧师。那跟牧师商讨之下呢，就决定好，那某一天的某一日晚上呢8点，我们就来全部的人都来教会，我们来参加祷告会，我们跟上帝求。时间到了，教会里面坐满了人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无非就是想要祈求甘霖。每一个人都来了。那当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牧师还没有开始祷告之前呢，牧师的眼睛就一直看着座位当中一个小孩子。哦，原来一个小女孩也来参加祷告会。那小女孩来参加祷告会不足以为奇。牧师说，请每一个人，你们现在都转过去看这个小女孩。每个人都转过去。小女孩来参加祷告会不足以为奇，可是小女孩来参加求雨的祷告会，她带了一把伞来参加祷告会。这个就是属灵的关系呀。我们是不是跟神能够有这么好的属灵的关系？平安呢，是建立什么？是建立在敬畏神之上。当我们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我们很多时候讲敬畏神就是怕神，不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写那个敬畏神，我觉得有一段很不错。他说敬畏神呢，敬畏神不是惧怕神。很多人都认为敬畏神就是惧怕神，不是。惧怕神是有不可告人之事，所以你才会怕神嘛。我惊我爸爸妈妈知为什么？因为我今日偷吃冰，我今日偷吃糖啊，我偷吃巧克力，所以我惊。
惧怕神，不是。敬畏的神的人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他们的惧怕是什么？惧怕远离神，这就是敬畏神啊。那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会具有神的心思，我们爱他所爱，憎恶他所憎恶的，对他重要的事物，对我们也变得重要；对他不重要的事，对我们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敬畏神。我的爸爸，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大概20几岁的时候吧，我比较懂事之后，我爸爸常常会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分享啦，指示我做一件事啊。他指示我说，他跟我讲说，他每一次大概每2-3年，他就跟我提一下，每2-3年就跟我提一下。他跟我提什么？他跟我说，如山，我信基督教是没办法啦，因为我爸从大陆来嘛，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嘛，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呢，因为妈妈是基督徒，因为就是人讲的，因为要家庭和谐嘛，所以就跟着我妈妈就来教会。他说我信基督教我是没有办法啦，可是我可以跟着来，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愧疚。他说我没有办法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抚养我的父母亲，就是我的阿公阿嬷，因为我阿公阿嬷在台中嘛，我爸16岁就来台湾了，我没有办法抚养他们，连他们死了，我都没有办法祭拜他们。他说这个是我一生的痛，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人，要传宗接代，所以你看我生到第5个，弯到我第5个，我头前有4个姐姐，你有知道我爸爸一定要生到一个男生，所以我爸爸就一直跟我提这件事情，说等哪一天我跟你妈妈2个人都去上帝遐，都死啊，你一定要帮我做一项代志，就是帮我把神主牌立起来，完成我的心愿。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真的就是不平安，就是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时候才20几岁，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可是呢，当下很紧张，然后过一阵子他又忘了，可是过一阵子我爸又提了，我就又很紧张，就这样子一直过了很久了。我妈妈过世了，我妈妈先过世，我妈妈过世了，然后我也忘了这件事情，真的我也忘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妈妈过世之后，有一次我回家吃饭，然后我爸爸就突然吃完饭，就突然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如山来，我要给你拜托你，我当时是啊，我忘记的事情，我现在突然又想起来，我想说惨了，我爸又要跟我讲这件事了，已经好几年了，至少10-20年了，都没跟我讲过啊呢，今嘛搁要讲他惨嘛，我哪边变他赢就坐下来，我爸就跟我讲说，我说什么事？为什么要说拜托？他说。你会使他讲的每一字我都觉得好沉重，你知道吗？讲你会使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年纪又大，讲话速度又慢，真的好紧张。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会使去跟恁二姐讲一下不？讲到这边，我突然觉得没有那么害怕，可是又觉得问号，跟我二姐讲什么？我二姐陈乃琪，真多人。有些人认识他都知道我会来教会，我会在教会里面从小一直到大。其实我二姐，对我来讲是一个信仰上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的4个姐姐里面，我二姐在教会待的时间最久。可是后来因为结婚之后，因为某一些因素搬到外地去之后，后来就离开了神。然后。我爸爸跟我讲，你会使去跟乃琪讲一下无？讲爱回来做礼拜啦。我听了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当下我听了，觉得跟我现在一样，我觉得我好感动哦。就像刚刚讲一样，当我们敬畏神，就开始具有他的心思，对他重要的事，对我们也变得很重要；对他不重要的事，也对我们那么不重要了。我觉得，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当我们在敬畏神的时候，真的神会帮我们解决很多的事情。我刚刚所分享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道理，其实是也可以说是我的见证。为什么？前面与神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是在我40岁之前的生活，我就只是被神圈养着，就是来教会做礼拜，来参加团契，参加主日学，然后服侍，就是被神圈养着。可是跟神建立关系，可是我没有属灵的状态。可是当我40岁开始，我开始读圣经，我开始祷告，我有很稳定的灵修生活，我开始在建立去敬畏神的时候，神就把那些他看为重要的事，跟那他看为不重要的事，都帮我们解决了。我觉得敬畏神就是让你无所畏惧，这真的就是我最近一个很大的领受。我姐姐前一阵子也因为那个身体上面的问题，她很恐惧，她很担心，因为她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也应该是唯一一个吧，就是得了那个大肠癌，我就跟她分享这个所谓的平安，我就一直跟她讲说，平安不是没有事，平安是不怕事，因为我们有神。我姐姐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可是她却得了大肠癌，她不知道为了什么，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得大肠癌？我根本是一个不外食的人，我也不吃甜，我也不吃很咸，所有东西都是在煮，为什么会得大肠癌？她不懂，我就跟她讲说，不要害怕。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结果后来就开刀，医生说这要马上开刀，没有恶化，马上开刀。然后开刀之前呢，医生跟他讲说，从这个片子上面看起来呢，应该是第2期，应该是第2期，结果开完刀就开完刀了。那开完刀之后呢，我就过了第2周就回去复诊，那一进去的时候，我是没有去，我听我姐姐说了，那一进去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呢，肿瘤是这么大，这么大，像他说像一个鸡蛋这么大，然后他就问医生说，这个鸡蛋这么大，这是第2期吗？医生就跟他讲说，大肠癌的肿瘤大小。不是看第几期，不是看肿瘤大小，有的人肿的一颗像馒头这么大一颗，它是第1期，也有可能是0期。他说大肠癌的大小不是看它的大小去论定它第几期。然后我姐就问医生说，那我第几期？医生说你是第1期。第1期代表什么？第1期代表什么治疗都不需要，就是半年检查1次就好了。哈利路亚，感谢神，平安。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平安，无所畏惧。真的，我们只要能够得到平安，神自然会帮助我们。以上我所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是我成为基督徒60年来的学习历程。我没有造假，我想我这个学习历程应该可以上不错的学校了哈。如果有人愿意收的话，60岁。最近听了一首歌，我想我们就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回应诗歌。对不起，
这首诗歌让我很感动，让我想到，我最近也被那个玉兴执事邀请写那个60周年的特刊。其实我好多的回想哦，真的是老了哦。人讲见讲拢讲过去，见吼啊，所以真的是老了哈，哎，60岁了哈，花甲之年哈啊，真的60岁花甲之年了哈啊。年轻啦，对啦，在座各位都算年轻啦，哦，可是回想过去，真的都是恩典满满啊。我用这首歌，我们跟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享受。帮我放一下，我们也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帮我放投影片，帮我放那个，我要看字幕，对，帮我大声一点。这首歌，你是我的平安。你如果会唱，你可以跟着慢慢唱。很美的一首歌，也是可以非常的描述我的心境的一首歌。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好不好？我们从头开始，再帮我从头开始，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唱。你是我的平安，将这首歌献给我们的神，也献给我们自己。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
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以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以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是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不像世界给的。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以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帮我切换到，我们一起来，帮我换下一页，帮我直接到带导的地方。让我们一起为世界、跟国家、跟社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周五，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在升温。今天的新闻说，那个科梅尼说：“我们开战吧。”各国呼吁双方要保持克制，求主掌权，也怜悯处于战火底下的平民百姓。第二，马前总统和台湾的网红近来前往中国宣称和平交流，但表面和平却不断暗中的进行统战，考验着国人的智慧与勇气。我们求主彰显行公义、好怜悯的真理，也使两岸的领导人都能够谦卑与神同行。第三个，我们要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我们的那个桃园的巨蛋用了超过30年，将要进行优化的工程，而且要成为2026年全民运动会的开幕场地。求主使桃园巨蛋不仅焕然一新，也能够带动桃园市区的发展与规划更加的完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世界、为着国家、为着社会的这3项事情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
慈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中东地区的战火与冲突向你呼求。特别是上周五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再度升温，双方互相攻击，无辜的平民百姓在战火中受苦。主啊，求你怜悯，赐下和平，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丢弃他的产业。主啊，你是我们的平安，安慰那些在战火中受伤、失去亲人的人。求你医治他们的心灵，赐给他们盼望与力量。主啊，我们也为各国领袖祈求，求你赐给他们智慧与勇气，能够找到寻求和平的途径。我们也要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向你祈求。近来两岸交流进展缓慢，国人面临考验，求你赐下智慧与勇气，让我们能够以和平的心态寻求理解与尊重。主啊，求你赐给两岸领导人谦卑的心，愿意聆听对方的声音，避免误解与冲突。愿他们在你的引导下做出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的决策。我们也为国人祈求，求你赐下智慧与勇气，让我们能够以爱心与理性面对两岸关系的挑战，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寻求你的旨意，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感谢你赐予我们这座见证了超过30年历史的桃园巨蛋，现在即将进行全面的优化工程，成为2026年全民运动会的开幕场地。求你赐智慧与力量，给予所有参与此工程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施工过程中能够精心设计，确保安全与品质。主啊，求你引导并使这座场馆为城市带来正面的影响。我们也为桃园市的发展来祈求，求你赐智慧与远见，给予市府与规划单位，让他们能够在城市规划中考量到居民的需求与未来的发展，打造一个适合居住、适合产业、适合生活的城市。我们相信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着教会来祷告，我们为着领袖高峰会的举办跟报名，能有美好的果效来带导，使参加者都能够得到领导与管理上面的注意。第二个，我们也为着环岛的第2梯次即将出发来带导，求主带领行程活动顺利，人员都能够出入平安。第三，我们也为着高雄汉民短宣队目前的2所国小的招生只有9名，求主带领，让这个报名的人能够达成20到25个人的目标。我们一起开口，为着这3项事情来祷告。
是的，阿爸父，我们要将接下来的教会所要举办的这个领袖高峰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是的，主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的阶段请你让我们在整个报名的过程里面让整个员额是可以满足的。另外还有接下来的行政工作也非常的繁杂。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得到看到你在我们这当中所做的一切。也另外也将报名参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求你在未来兴起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当中得到满足，并且兴起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像基甸、像约书亚像圣经里面许多的领袖一样将来在不论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社会上都能够成为一股坚强的力量。我们也将即将要出发的环岛第2梯次仰望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当中不疲惫所有参加的人员也有一份愉快的心情让活动顺利平安出入。我们更将高雄汉民国小目前的招生仰望交托给你。这所学校目前招生员额不足我们也即将要到这一所学校去来办理短宣，求主来帮助这一所学校在招生员额上面能够有足够的员额就像所期望的20到25人之间主愿你亲自赐下这些员额来参加我们感谢主我们将以上所仰望的一切都仰望交托给主愿主在这当中成就这一切。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要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首先，我们要继续为永春兄来代祷。永春兄他已经从这个病房，家人已经就是决定将他来移到安宁病房。那同时也让他只有这个维持基本的呼吸。那没有再特别的侵入性或是积极的治疗。那朱慧姐还有家园佳丽全家人都在等待上帝的时间。那上个礼拜教会的同工区长、牧区长老、小组长那弟兄姐妹有去探访。那永春兄还很用力的张开眼睛，然后还看着大家这样子。那也相信上帝的旨意能够在永春兄的身上来彰显。那也能够看到这个家人弟兄姐妹的代祷有主的同在和平安。第2位秋红长老那他因为要跟肺积水肾脏功能降低，肺部积水那上周到长庚急诊那昨天住到病房那目前平安，今天下午也有去探访那精神气色都很好那也求主与秋红长老同在让他能够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更有喜乐那让他也能够没有任何的这个疲累当早一日出院，当登到教会他最期待就是能够来教会做礼拜这样子。那第3，我们为李梅干事来代祷。那他上礼拜在教会跌倒那住院加护病房已经上礼拜6出院那也现在暂时请病假在家中休养。那也为李梅干事他的休养期间以及一些教会的事工这些的业务都能够正常的运作。那我们一起来为永春兄、秋红长老和李梅干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阮这个时阵要为着因传兄搁一摆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也互伊会当有伊的亲人甲查某囝伫身躯来陪伴伊也相信上帝你的性命甲你的活命会开伫因传兄的身上来显明，也要互主你的旨意来得成。主啊，愿上帝怜悯甲看顾互因全家来当活靠主。主啊，要为着长长老搁一摆来感谢，互伊会当随往去接气无会进水较会扫会喘，总是即马有真大的恢复甲稳定，也求上帝继续看顾带领，最后长长老伊无拄着好担当的事，也会当一切平安交托主，也会当紧紧搁等到教会继续会当来敬拜上帝，了敬上帝。主啊，也要为着李梅干事来祈祷，求上帝你也看顾帮助伊，最后伊会当伫恢复中间，也当找出这镜头，也当对症下药，让李梅她也能够让她的头晕不平衡、晕眩的症状都能够改善。主，我们同心在这里为永春兄，还有李秋红长老，还有为着李梅干事，主啊，献上的祈祷，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继续为秀珠姐来代祷。好，那上周有为她祷告，好，那也在恢复当中，好，但是还是讲话会喘，好，所以还暂时不太能够社交，好，也求主看顾保守秀珠姐的起居生活都能够平安，也为淑霞姐妹来代祷。好，那上个礼拜三车祸手跟脚都有受伤啊，那也不方便行动。好，那今天早上牧区长老还有区长、小组长好都有去家中探访，好，那也为他祷告，好，祝福，好，那也求神保守淑霞姐，好，她的身心灵好也能够早日医治、早日康复，也能够早日回到教会来敬拜。好，第六为着秋兰姐，好，林秋兰姐妹，好，今天完成白内障的手术，好，那都顺利，好，也保守秋兰姐的这个手术，好，以及她的双眼。好，我们为这3位弟兄姐妹，好，秀珠姐、还有淑霞姐，还有秋兰姐，好，我们为这3位肢体来代祷。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为着秀珠姐继续来向主献上祷告，求主你也帮助秀珠姐让她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好，让她的肺部的病毒的感染都能够完全的痊愈，能够得到主你完全的医治，让她能够身心灵都健壮。主，我们要为着淑霞姐她的车祸造成她手跟脚部的不方便，以及生活上面的这些的阻碍，主啊，也求你看顾保守，让她都能够有主你的同在帮助，也都能够透过医师还有药物的治疗，让她能够完全的康复，也能够早日的回到教会，也为秋兰姐的白内障的手术顺利来献上感谢，愿上帝来看顾医治保守。主，我们把秀珠姐、淑霞姐，还有把秋兰姐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垂听众人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为三和继续为长期代祷的名单，三和姐妹、伟华姐妹、大兴正红弟兄，还有美莲姐妹、昭莹姐妹，我们为这5位肢体他们身体上的病痛，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为着三和姐、伟华姐、大兴正红执事，还有刘美莲姐妹的脚踝骨折，总昭仪姐妹的复健恢复，主要求上帝你来帮助，这的兄弟，希望因能当来受到这病痛的困扰，也当来恢复，也当紧紧来靠主来得到完全的健康甲帮助，愿上帝甲因同在，主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也为着曼双干事、立志长老、静红兄、树梨姐，还有常文姐，我们也为这5位弟兄姐妹一起同声，我们提名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继续为着曼双干事的左手腕软骨受伤，立志长老好的恢复休养，还有静红兄在家里，以及树梨姐和常文姐的免疫系统，主啊，以及他所服用的药物，主啊，求你来看顾帮助保守他们都能够有主你的平安同在，也有上帝的祝福满满。主啊，我们把这些病痛的兄姐放在主的手
带导当中，主啊，求主你垂听，也求主你他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上帝你美好的作为。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祈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第8，我们要为着教会的长辈，好，那月香姐、申秀兰姐妹、谢松兰老师、李金叶姐妹，还有黄崇伟弟兄，以及秀凤组长、丽梅姐、金龙兄，还有佩文姐，还有沈淑芬和曾水仙。好，那这也是我们这3、4周好都一直在代祷的名单。好，那也感谢大家的代祷，好，相信上帝的手继续在他们身上来动工。好，那我们就为这12位的弟兄姐妹，好，月香、秀兰、松兰、金叶、好，崇伟，好，以及秀凤、丽美嘉、金龙和佩文、淑芬和水仙。好，让这会为家一下。这如果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本人，好，有身体上的疾病和疼痛，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现在主上帝，阮这时阵要为着阮家的白天的兄弟，为着我兄弟沈秀兰姐妹的婆婆曹嫩妹，甲谢松兰老师，甲金叶姐，甲黄崇伟，主啊，因无论伫什么所在，求你继续看顾因，也继续引带因，互因伫无孤单，互因有主来陪伴。也要为着秀凤组长、丽梅姐、罗金龙兄、甲佩文姐、甲淑芬，以及水仙，主要要为着家的兄弟来献上我们的祈祷。主啊，愿上帝你是我们的手，甲因同在，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上帝的医治，经历上帝的平安，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今天参与在今天祷告会当中，也领受上帝你所给我们的平安的信息。主啊，也恳求你透过我们为着世界国家社会，也为着教会，为着肢体，为着个人的需要来代祷。愿上帝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都能够合你的心意，也能够看见上帝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就。也愿上帝你与我们同行同在，使我们都能够有上帝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的每一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如此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一起来拍手。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让我们再次拍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你也是享受生命甲活开，予每一个人的主。主啊，我要搁一摆知影，阮的生命是主耶稣你对十字架顶来拯救的。你已经赦免阮拢总的罪，也赦免阮一切的辜负。你也来应允阮，要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无有啥物的代志会当互阮甲上帝你的听来隔绝。愿上帝你的爱与恩典时时刻刻和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
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和高台。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在今天祷告会结束前，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同声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彼此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好，那也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好，也谢谢现场线上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